今日金钟奖专题报道了上届客家电视台改编作家讽刺作品，来自法轮功的新典法规，因为今年金钟奖、戏剧节目奖、拓展奖、男主角奖、女主角奖，总共8项大奖。而了解金钟奖因为最大奖价，拓展了客族人家当成年考究文学，真实的呈现头摆的气氛。本观众从客家五线建爱开创人生的感动人的内容。来看台湾的历史脉动。新典法规一出戏係講日本時代嘅勇士由客家五線同結節，去到台灣東部快山打拿加粗移民嘅故，未帶出30歲每年經過嘅無強用時代，遇到自家幸福發展出來嘅情愛言情、掛雕同變版一道。並出示你的證件。從外。討厭用同優秀手法來處理頭擺戲劇作品，以夢人作為主題，還用一條故事嘅生命經驗，同戲劇嘅同人類小說導向，並無特別注重嘅台灣歷史變化連結起來。包括後來的228事件，或是國民政府遷來台，整個台灣歷史比較大的變動的時期，然後我們就把它安插在這個出妹的生命故事裡面。幾出戲嘅故事講出嚟幾百年來嘅故，唔但將討厭同用心去研究去查證，同時嚟表現出各時期嘅時代氣氛，味道也很高嘅全台灣各地，以前合適嘅素材來寫。我們就會從很多文獻啊，去找了很多老照片，很多服裝史的東西，去了解每一個時代，他們庶民大概是穿什麼衣服。客家人穿什麼衣服，閩南人穿什麼衣服，然後日本人不同的官階職位穿怎麼樣的衣服。家真正就水嘅呢。劇度多用嘅方言對演員來講，未係動態抗驗，除外講客、行外講好路同日本話，嘗試行外講原住民話一條5種方言。男主角蘭美華同女主角朱智英都同用心來學來做。英文也有啊 ，Bopmo 也有。然後客家話也有，我用客家話的音去講日語的音，就是這樣亂湊，這樣，就是只有我一個人看得懂啊，對啊，就是跟當初我學客家話是一樣的。上一次入圍是日光天堂，然後那個時候我挑戰的是海陸腔，然後其實我海陸腔還是沒有學會，我都是硬背的。然後這次是4線腔，那等於是從頭再把客語這個語言學起來。朱智英作為處妹，代表嘅係吳義明、吳敏書，希望喺啲傳統社會嘅變版當中行出來5線。蘭美華作為李婉萍喺啲時代轉換當中求生存，為潛出終極安尼些人物，讓人行塔自家成為還原色彩。兩三年同精彩，留大時代當中嘅老百姓做出來，得到評審肯定，分別我來表今年嘅最佳男女主角。我們大家對於傳統、對於過往的年代，其實都會有一些想象跟不知道為什麼他們會做這樣的決定，為什麼他們不肯踏出那一步，為什麼他們就是不行？對啊，譬如包括談戀愛，然後包括結婚、離婚，這有點太容易了。就是所以我覺得在詮釋這個部分，我大概做了很多觀念上的調整。新店花開這個戲，我覺得傳達比較的訊息是，我們現在過得很幸福，即使現在的社會可能有很多不公平的事件，不過在那個時代，不公平的事情比現在太多太多了，對啊，我們生在這個時代其實是很幸福的。睇單來做看起來唔少人注意嘅題材。討厭李志強講，係歷史時代劇對佢來講係一種指引，未係一種承擔。希望觀眾對新典法規唔但將看到客家五線脫離以前未來容易，還了解到頭擺台灣，另外挑戰觀眾看戲嘅巧妙。外面都有很多機會對電視戲劇作品詳細了解述時代與美。客家新聞前轉陳做，特別報道。